主后2024年7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大笔因为上帝受气就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上卷13章第10到14节。大笔甲指挥官、军官以及所有领袖参详。大笔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你若看做好，阁是出于上主咱的上帝的意思，咱着派人去以色列全地去见无伫咱遮的亲族，以及住伫有草埔的城的祭司甲利未人，互因拢聚集来遮。咱就通将咱的上帝的约柜牵来遮，因为伫扫罗做王的时，咱无将约柜看做要紧。全会众拢同意安尼做，人民嘛看即个代志做着。大笔就对埃及边界的西亥河到哈马隘口调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要将上帝约柜对基列亚林接来。大笔甲以色列众人就去巴拉，是属犹大的基列亚林，要对遐将上帝的约柜接来。这个柜是奉坐伫两个天使基路伯中间的上主的名称呼的。因将上帝的约柜下伫新的车，对阿比纳达的厝载出来。乌撒甲阿希约赶迄台车。大笔甲以色列众人伫上帝的面前尽力唱歌，用琴、瑟、锣、鼓、喇叭欢喜庆祝。因到基顿的五角场，牛着踏，乌撒伸手甲约柜扶地。上主对乌撒发大受气，因为伊伸手扶约柜就拍伊，伊就伫遐死伫上帝的面前。大笔因为上主拍乌撒真无欢喜，就将迄个所在号做比列斯乌撒，直到今仔日。迄日，大笔惊上帝，就讲：我哪通将上帝的约柜运来我的所在？对安尼，大笔无将约柜迁入大卫城到家己的所在，就甲伊徙去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厝。上帝约柜停伫俄别以东的厝3个日久，上帝赐福俄别以东的家甲伊一切所有。大笔因为上主受气就，你捌互人莫名其妙大声嚷，互你惊甲失魂落魄，满腹委屈无？搁较悲惨的是，假使迄个甲你嚷话的人，竟然是你所亲爱、无法度挂舍的对象，甚至是你捌合作过的人，你会安怎做呢？扫罗死了后，大笔历经7年建立伊的王朝，当内外局势拢稳定了后，大笔甲同胞含人民参详：恁若是同意，搁这是出于上主的旨意，就互咱甲上主的约柜请来。这是扫罗做王的时无受重视的。人民感觉这个建议真好，拢同意，所以闹热滚滚盛大互送约柜的圣礼，由阿比纳达的囝乌撒甲阿希约负责。大笔家己也参与伫这一逝大约14公里迎接行列，沿途甲人民同齐欢喜庆祝，将荣耀归予上主。
这是一场全国性伫关注的庆典，要互上主的圣名重新得到荣耀。特别也通用感恩的态度，风风光光，互家己的人生伟业光荣呈现。只是当护送约柜的队伍来到基顿的拍卖场的时，拖车的牛竟然伫路面湿地，踩出就冰车。约柜厝顶动，乌萨无顾虑到律法关系约柜的规定，出于本能和责任感的即时反应，伸手扶调约柜，就伫即一刻，乌萨就死伫约柜的边仔。历来制作者记讲，上主对乌萨发大受气，因为伊伸手扶约柜就拍伊。为甚物？若假使即件代志是发生伫咱的生活中，伫咱还毋知影为甚物以前，可能已经受伤累累，伫对上帝讲：你怎样通安尼对待我？但是这敢毋就是咱生活的一部分？当咱还袂赴反应的时，迄个惊人的嚷叫声就噼里啪啦落来。上班一个到办公室还袂坐在，就互头家叫去写档案件。讲生理的时，客户雄雄大发雷霆；开车的时，照灯号停车却妨是喇叭乱歹。下课一大日出门就遭受训斥，别人总有理由嚷骂我，若是我简单，互人骂甲亲像死人，戆戆呆呆，咱也只能委屈问家己讲，究竟发生甚物代志？我有甚物问题是无？而且只简单会当甲目屎吞腹肚内，因为对方是我无法度割舍的生命的一部分。忽然间，一场荣耀的庆典结束，冷冻所有荣耀互上帝的愤怒、乌云、呼喊，代笔去互惊着，心内真无欢喜，决定毋做啊！赶紧甲约柜送去囥踮家己的城人无别移动的厝。假使今仔日即件代志也发生伫你的教会，牧师互长老嚷，也是长老互牧师发，也是发生伫你的服侍，你真心的服侍受人公开嫌，也是真心侍奉的信徒雄雄遭受意外，互上帝带走，你会亲像代笔安尼小心翼翼甲上帝，也是教会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无？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感觉上帝对待我并无友善的时，我会安怎做？伫生活中，当我感觉上帝对待我并无友善的时，我会安怎做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拄亲像诗人所讲，因为你的受气较大受气，我食火夫，亲像咧食饭，目屎掺着饮料啉。伫迄个时，伫即条人生的道路，恳求你有缘带领我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